信個個要一樣嘅樣，唔信個世界得一個方向。2025年 MC 第31條16進制嘅題目啦，嗱又係臨別秋波啦。16進制應該咧今年之後咧就冇啦，我都唔知有冇，其實唔好難啫，學校都好啊。咁佢出咗一條啦，咁呢條都唔係十分容易嘅，即係如果課同學平時用 skills 嘅話咧，咁就唔識做啦呢條。咁所以咧近年我覺得同學咧真係要明啲嘢咯，唔好淨係用 skills 咯。咁我哋就唔會淨係教 skill 咯，即係所以近年 focus 多咗係一啲即係要識做基本功嘅同學，如果想攞高分。好啦，呢條咧咁嗱16進制識㗎，呢零次方啊，唔識睇翻樓下啲教學片啦。咁咧 A 就係代表10啦，B 11如出去推 ，F 代表15。咁咧呢個16嘅零次方啊，零次方、一次方、二次方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同13啊，所以呢個咧就代表3乘16嘅13次方，呢個就 E 乘16嘅12次方，咁 E 咧即係代表14，即係14乘16嘅12次方，即係呢個。咁咧太大撳唔到計數機啊，跟住題目就問你邊個係喎。咁首先咧呢個啦，咁如果你真係做嘅話咧，正常做法啊，即係我先講正常做法先呢個。咁你要拆翻做呢啲樣啊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將個16變翻到2嘅幾多次方？呢個真係2嘅4次方啊嘛，16。咁4乘13就係52啦。2嘅4次方4乘12就係48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見到咁大咧，首先咁大個咧，48、52、2嘅幾多次方咧，呢啲錯硬都冇咁大，所以 A 同 B 都錯硬噶啦，因為太細啊嘛。咁問題係呢兩個啫。咁其實咧，如果真係做題目嘅話咧，咁正常做法咧，咁你要拆呢個嘅，因為咧呢個咧14咧要變翻2嘅幾多次方啦。咁2如4，4如8，跟住再下一個2如4加4加1，咁啱得咁巧咧，啊唔係加2啊 ，sorry， 咁啱得咁巧呢個係14嚟嘅，呢個你要拆呢個。咁諗唔到點算啊？慢慢試，總之2嘅幾多次方要加咯。跟住3咧就係2加1啦，即係去到1都得，或者2嘅幾多次方，總之1係2嘅幾多次方，1係1。咁你一定係由細至大噶啦，或者由大至細都得嘅，因為你2如4，4如8，8都未過去啊嘛，下一個16啊嘛。跟住咧就拆翻括弧啦，拆括弧，所以咧你就會呢個3加48就51咁樣咯。所以咧你計到答案就係 dot 嚟嘅。其實你拆到最後咧，你2拆落去2嘅49次方啊嘛，所以答案一定係 dot 噶啦，因為唔止48啊嘛。咁如果真係嗱，同學真係唔識拆呢個嘅話咧，嗱雖然嗱我就覺得 view 數好低嘅呢條，因為啲同學唔會再睇噶啦。咁我照講啦。咁即係要拆嘅時候咧，其實你拆到咧呢個，你呢個大啲，呢個細啲啊嘛，你一定係大拆去細嘅，你唔會細拆到大噶嘛。所以我呢個我試下俾你試數嘅話咧，我會選擇咧將呢個一個16對去前面，即係呢個變咗12次方，但係一個16對去前面，即係16乘3再加14係前面62，即係62乘2嘅48次方。咁你可以望喺度做 factorization 嘅，因為其實你睇個次方嗱，好越講越複雜，但係你可以咁試嘅。咁呢個最低個2嘅48次方啊嘛，咁呢個咪2嘅0次方、1次方如此類推咯。咁去到 fact 完出嚟，即係呢個48次方掹咗出嚟，咪得翻4，呢個咪2嘅4次方咯。咁同一道理啦，48同呢個相差5，呢個2嘅5次方，跟住一路落去到呢個咧48同49相差1就係2嘅1次方啦。咁你撳計數機咧，呢嚿嘢衍生出嚟，大家都係2嘅48次方噶啦。呢嚿嘢咧就係31，呢嚿嘢咧就係62。咁同上面揼揼冚，所以答案就係 dot 咯。你可以咁樣試嘅。不過拜拜16進制唔捨得你啦。So I say must love you， 粗數歲月不艱苦，身邊滿布戰友，裝不住做到歡呼，考試唔做大二珠，挑機要入好高貴，准考證記住唔好出 course。So I say must love you，BN 不記盡力功夫，MC 未唔係靠亂估，即使要含在廢水，每日有。